考車貼士040粵語版私家車1號線全線分析。澳門氹仔打右指揮燈，在停車線前停車，望右望左前方有冇來車，視線受阻時溜前少少，再望右望左前方冇來車時駛出靠左直行，不能壓右實線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前方是自然彎，不用打指揮燈，轉彎減速，小心不能壓左黃實線，車頭不能過中實線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行人，打左指揮燈，轉彎減速，小心不能壓左黃實線，車頭不能過右實線，避免與中線車輛會車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打右指揮燈，小心右後方有冇來車，右後方多來車時，可減速慢行再轉線。記住，私家車是1檔起步，2、3檔慢行，4檔快行，危險時任何檔位都可立刻停車。小心慢車不要超速。打右指揮燈，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小心與前車保持距離。小心右前方有冇來車，右前方冇來車時，直出轉入右線轉彎。小心與前車保持距離。經過左方路口時打左指揮燈，小心左後方有冇來車，再要頭部轉左，望窗外左後方有冇來車，向前轉入中線，再轉入左線前行轉左，繼續打左指揮燈。不能壓左黃實線，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記住，私家車是1檔起步，2、3檔慢行，4檔快行，危險時任何檔位都可立刻停車。
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記住，私家車是1檔起步，2、3檔慢行，4檔快行，危險時任何檔位都可立刻停車。打右指揮燈，小心右後方有冇來車，右後方多來車時，可減速慢行再轉線。打右指揮燈，停車時要與前車保持距離。轉彎時不能壓左實線。打左指揮燈，靠左行駛直行。小心與前車拉開距離。記住，私家車是1檔起步，2、3檔慢行，4檔快行，危險時任何檔位都可立刻停車。減速慢行，小心不要超速。與前車拉開距離。打左指揮燈，視線受阻時，在停車線前慢車或停車，小心右前方有冇來車。停車等候冇來車時，立刻進入圓形地轉左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打右指揮燈，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路口右前方冇來車時，
可直出路口進入圓形地轉右，小心不能壓右實線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打左指揮燈靠左直行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左前方有停車時，減慢車速保持距離。打右指揮燈，小心右後方冇來車時，這線爬頭，左車輪一定要壓中線而行，並且要與左車保持安全距離。如果不壓中線而行就係逆線駕駛了，待有安全距離才駛回原線直行。記住，私家車是1檔起步，2、3檔慢行，4檔快行。危險時任何檔位都可立刻停車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這是自然彎，不用打右指揮燈，不能壓中實線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打左指揮燈，在路口減速或停車，小心右前方有冇車輛駛出，右前方冇來車時，立刻進入左線直行。前方如有巴士上落客，應保持車距，提前減速慢行或停車，等待巴士離開才行。上斜路時，根據前方交通狀況，轉換低檔慢行，必要時可停車。自動波要減速慢行。轉彎不能壓左黃實線。車頭不能過中線。
考牌官說慢車時，控制油門、離合器做慢車，做慢車時不能踏腳剎，自動波減速慢車。考牌官在說拍埋一邊時，把車向前泊在路邊，不要壓左黃實線，拉手剎入空檔，可休息鎮定一會再蹬車。待考牌官說蹬車時，控制油門、離合器，放手剎做蹬車，切記不能漏後超過1米距離，正常有3次機會做蹬車。如果蹬車成功，考牌官會指示可前行，打右指揮燈，小心後方有冇車輛駛近，冇來車時可加油向前行，自動波不用蹬車。前方有貨車慢駛靠左，考牌官說照行時，即打右指揮燈，小心後方車輛，與前車保持距離，騎壓中線而上，轉打左指揮燈，待安全距離駛回原線直行。前方有車輛靠左停泊，即打右指揮燈，小心後方車輛，與前車保持距離，騎壓中線而上，轉打左指揮燈，待安全距離駛回原線直行。小心減速慢行越過減速線。記住，私家車是1檔起步，2、3檔慢行，4檔快行，危險時任何檔位都可立刻停車。記住，私家車是1檔起步，2、3檔慢行，4檔快行，危險時任何檔位都可立刻停車。小心減速慢行越過減速線。注意：1、前面斜坡冇車時，可3檔直上直落；2、前面如有車輛慢行時，要減速慢行，提前轉換2檔或1檔。小心減速慢行越過減速線。考牌官通常會喺呢段路考急剎車，考牌官說剎車時，要立即用力急踏腳剎，就算死火也不會當作缺點錯誤。記住，
搭離合器一定要遲於踏腳剎，否則車輛會失速增加危險。自動波急剎時用力踏腳剎。落斜轉彎要適時轉檔，利用低檔拖波減速，不要長時間踏腳剎來減速。打左指揮燈。Stop， 路口必須停車3秒。右前方冇來車時，進入左線直行。立刻打右指揮燈。右後方冇來車時，立刻轉入右線直行。繼續保持打右指揮燈，小心右後方冇來車時，在虛線位置轉入中線直行。前面綠燈冇車可快速直行，此時黃燈剛轉可直出，否則急剎車會危險，會令緊隨嘅後車撞車尾。打右指揮燈，與前車拉開距離。打左指揮燈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打左指揮燈，轉入左線直行。打左指揮燈，減速轉彎，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打右指揮燈，小心斑馬線有冇路人。打左指揮燈。減速轉彎，打左指揮燈，入場轉左，到後拍 L 位。鳴謝新安格駕駛學校。
退休考牌官，提供資料。考車貼士040粵語版，私家車1號線全線分析，澳門氹仔。